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3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台北市政府对基泰建设提出的假扣押6195万，法院驳回。市长周万安表示，无排除要对建商提出告诉。台北市中庆北路三段一个围绕道景的建案附近厝必顺，桃园毛建案附近住户的露台起气，化粪池逼开四界拢正臭。骇客入侵台中甲中华的肉品市场电脑拍卖系统，造成昨日台中下午5点钟才开始拍卖，中华是暂停拍卖一天。新闻一开始来看，台北市台底的大楼塌落去，今仔过道第3届开放予民众登记摕物件，刚个会增加开放的时段。都市法庭就是表示讲，爱去看实际的状况哦，安全是上大先的考量。另外，台北市政府提出2份假扣押的申请，其中要假扣押基泰建设6195万，法院是以讲正歹认定基泰建设有债务的异常，所以驳回。市长周万安表示尊重，嘛表示讲会来研究讲看敢要对建商提出告诉。车子开了又不是那个危险区，这样就不行，那死脑筋嘛！大声抗议，民众是有够生气，就是因为车无法度入去到封锁线斗搬厝，基台施工无细致，造成台北市台地的徛阶段的落落去。13是做第2波和第3波登去厝摕物件，民众抓准时间会当搬就紧搬。你会觉得3次不够吗？怎么会够呢？那净身跑出来的，你现在说你跟所有的家当3次能够搬得完吗？血压都飙高了，还说什么？我们要看观测的报告，由技师来认定，在允许的情况之下，一定尽量来让民众来取物，但是它的前提一定是安全第一。后壁敢会加开时段，互因摕物件，搁来看观测的速达。都发局暗时会含25号的受灾户来讲安置的代志。市长周万安敢会来参加，目前是还未确定。为了要求基泰建设来负责任，台北市政府是送赠申请2波的假扣押，不过第1波假扣押的申请结果是被驳回。也会跟律师团队再来研究是否为灾民争取任何的权益，这是我们一定会做。尊重法院的认定，谢谢法院愿意就是站在公正的立场去做判断。公司的立场也是尊重律师府所采取的一切司法作为。律师嘛进一步讲，若法院认为讲有任何的疑虑需要说明，基泰拢会配合。台北市法务局是回应讲，市府敢会提起控告，市府的律师团等待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中庆北路3段一个围绕道景的建案，附近一寡徛家厝必顺门阁关袂起来。住户是讲影响建商有台北市政府的建管处定情，也毋过大家拢无要无紧哦。质疑讲市政府包庇建商。相片边仔厝咯，中啊托起来哦。真清楚看到徛起地面碰起来，不止大门无法度关，壁面也出现严重的裂缝，涂骹也出去，好住户真烦恼。这期甲附近建案施工有关系。基泰台地建案，互附近民体帮助顶进社会。台北市中庆北路3段原后本昌围路道景建案，也逼出严重林损。附近住户指控建商涉嫌违法初步施工，向建商反映，反倒被呛进海去归去斗阵道景，转向台北市府建管处定情1年半，市府说是消极处理。你竟然没有依法事先挂上拆除告示牌，周知临防。然后拆除施工期间完全没有监测，你没有做防护措施吗？针对建商施工进程的现况鉴定报告、施工期间检测报告、村的资源充分监视影像，施工日志按法规应该提供给附近的住户，不过住户到即马毋是无摕到，若无就是资料欠缺，亲像呈现逐工施工过程的施工日志，住户捌伫协调会看到完整的相片，事后煞收到减少的资料，这期市府协调隐瞒关键事情。没有好几本啊，因为当初也只有1本而已。怎么会只有1本？现场
那个我们在场的住户10几个人都看到，你就坐在对面在那边翻。有照片吗？有啊，那照片厚厚的好几本啊。已经有超过这个100%的倾斜率这一块，好，那这个技师他鉴定报告里面判定说是原有这个标的物的倾斜值，这个技师他做出这样子的鉴定结论，那他的科学的依据是什么？包含土木技术工会林顺鉴定报告也比这期违反规定，将初期的责任撒给住户。住户批评台北市府包庇建商，唔捌对建商有害行为开发或者是列管。营建署表示，建商应该确认安全才用施工。刘伟要求工程会调查技术是不是违法，营建署也调查台北市府是不是依法行政，好住户唔通活在崩塌的惊吓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市桃园区爱一街一个长的时间的建案，亲像嘛造成几排的住户露台起气，化粪池嘛逼开，四界是拢真臭。民众真烦恼讲，敢会真做台北其他事件的翻版呢？桃园市政府的建管处是表示，已经列管了，嘛要求建商哦，就爱修理复原，无就无要发使用执照。多厉害，真的厉害。而且整个移动了。桃园区爱一家柜牌徛好阳台出气，门形变形，化粪池流出来臭毛毛，疑似附近新建案施工所造成。住户叫苦连天，烦恼台北市其他事件呈现，向市员认情，要求建商爱负起责任。阮水管拢破去啊，会担心吗？哦，当然的哦。台北迄个大厝的，我咧暗时拢唔敢困了，看下迄电视，我咧暗时无啥敢困，安尼会紧张啊。隔壁在施工，在建新大楼嘛，导致我们这几户的住户那个地挖下线，赶快把它修缮完成。这个新建案为去年1月中动工，即马造成笑好面体地面甲壁离去。住户讲，最近2-3个月早就甲建商反映过，建管处表示会勘了后初步判定无立即危险，毋过确实是工地施工所造成，已经将这个建案列管，要求建商赶紧完成修理，若无要核发使用执照。确定是开挖震动所造成的邻房的损坏，除了列管使用执照，要求建商确实负起对受灾户的修复及赔偿责任。受损的部分会维修，我们会负责把它修缮完成，至少让住户他们在居住的环境方面不会造成影响。建设公司讲，挖的时阵拢有鉴定报告，确认安全无问题。会勘确认林损集中伫加勘的部分，无损害主建物，会负起责任，填补逼痕，赶紧完成修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伫昨下晡，嘛，阁有民众发现讲，台北南港东新街一个建案的工地，点啊加路有真侪所在哦，拢避开，无真是先围起来管制。台北市政府建管处嘛要求业者伫1礼拜内就要改善，若是讲检查无过哦，是当罚9万块。点啊加路面沿看到一条一条的壁痕，红线边啊，亲像蜘蛛网共款，范围未细，只好成为围篱，警示民众。疑似最近大雨加上施工的大型车较重，致使路面逼开。代志是发生伫12日下晡，特别4点，台北市南港区东新街工地拢还未乌，居民已经心惊惊。还没拆的时候就都蛮平的，对，但我不知道它这个下线是这么正常吗？这样都没办法住，每天要提心吊胆，有妥善的做好，不要一动工，我怕一挖下去的时候，我们家就下线。台北市建管处评估地面无明显落差，工地整地当中也还未乌，无安全顾虑。不过根据了解，去年就因为共同壁无处理好，造成附近住户人损。迄时阵个经过两个工会鉴定，无问题才开始动工。新美口即摆要起15楼悬下骹3层楼的主体，只是伫进行事前作业，路面道比30公尺。建地的周围出现了倾斜，然后凹陷跟龟裂延伸的状况。目前这个有没有发生零损的状况？零损的部分是去年有发生，那去年我们本局有去做列管。台北建管处派人到现场处理，佮要求工地主任一定要伫7天内改善完，若无会依法罚款8到9万块。要求建管处明天一大早。从大直工地也调1-2个技师过来协助。
就惊意外个扩大，民代会会同相关单位会勘，各要求监管处伫今早起准备好建案检测报告，确保安全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明年1月13特别选总统，最近真有争议的民众党宣布要引进第三方的平台，让党员会当无徛名来做检举。总统的参选人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德是强调讲，主要是要来保证讲袂妨食案。另外，国民党的侯友宜明仔载特别去美国访问，也毋过风声讲金浦枪无要对去。侯友宜是强调讲，上重要的是候选人。另外，民进党的赖清德出席企业的活动，强调讲台湾的经济成果是大家几十年来的打拼哦。另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嘛暗示讲，明仔载就来宣布副总统的人选。民众党最近一直传出党籍干部有黑道，也是做黄色的。民众党宣布引进第三方平台，提供党名唔免写名来检举，想要来甲风波挡掉。但是说，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口说讲，连责任嘛外包。至少比民进党你知道哦，吃案好吧？对对，你那个 Me Too 不是都自己吃案？那我们这边这机制是这样，它是外部稽核机制，也确保我们内部没有办法吃案。另外，新北市长高虹安的争议是一直出来，郭文德是强调讲，要替伊来暗砍，党内改革的新制度上线，拄好会当用来检视高虹安。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14就要去美国啊，但是传出竞选办公室的执行长金宝聪是无对去。另外，副手的人选侯友宜嘛，讲甲真保守。最重要的是候选人到了美国如何去深化台美关系。以及大家最关心的两岸问题，这是候选人的责任。副手的人选同款受到关注的，还有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伊是参加欧洲商会活动而请演讲。他有说这2天会公布副手人选。那我可以确定告诉各位的是，不会是今天。那根据郭董的说法，这2天那应该就是914。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嘛是副总统的赖清德，是参加金周刊办的颁奖典礼。致辞的时阵，伊讲到台湾是世界第21大经济体，是大概几十年来打拼累积的成果。总统大选剩4个月，选战是继续加温。民主文教基金会是公布上新的民调，赖清德33.7%支持度是暂时第一。郭文德20.1%第2，侯友宜16%是第3，郭台铭10.6%第4。各组参选人是继续在拼，要救援家己的选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长期甲联合国大会第275号决议，参一中原则牵连，阻挡台湾参加国际事务。第78届的联合国大会9月初5伫美国纽约开会哦。美国众议院的台湾联署昨日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讲第275号决议并无讲到台湾代表权的问题，伊嘛强调讲会来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第78届联合国大会初5伫美国纽约开机，由美国众议院4个合党派议员的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发布声明，强调联合国大会第275号决议无干涉台湾代表权的立场。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从来就没有排除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地位。在内底无一句话写到中华民国，无一句话写到台湾，伊真纯粹讲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也行使伊个权利。针对275号决议，中国是长期甲这个决议参一中原则牵连，阻挡台湾参与国际活动。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国家。民间团体认为，台湾应该对美国众议院的台湾联署这份声明的潮流，坚定家己的地位。目前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个国际趋势是，国际说我挺你，只要你走上这一步，我们会尽一切能力，并且帮你，并且你有没有捍卫自己不受中国侵略跟不受中国统治的这样子的意志。台湾独立建国联盟认为，台湾应该趁这个机会，重新制定新的宪法，并且画出台湾未来发展的蓝图，还有台湾参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嘛认为，现主是蔡英文政府以中华民国台湾的名来宣传，在国际上会让台湾甲中国分袂开，应该大大改变。记者龚兆水台北报道。
来看今仔透早3点外，高雄林雅区新公路一间超商的查某店员哦，互33岁伊的前男朋友用水果刀啊刣30外刀，所以因两个哦已经找落，也毋过这查甫人佫定定甲伊警总锁了。6月时哦有摕到保护令，也毋过嘛是发生不幸。高雄市政府的社会局是表示，有建议这查某店员上下班的路线佮班表都爱做调整，后续卖车社工哦继续来追踪关心。一路为超商互人举刀对杀，23岁姓吴的女性员工到到店门口发救命。这个是前男友的嫌犯做无要停手，热心的民众提出高女会求车阻挡，前男友才离开。不过，这个女性员工已经互人扑30刀，双手双脚拢受伤。经查系余姓犯嫌违反保护令，接近吴姓被害人，并持凶器攻击吴女的手部及腿部，造成受伤出血后逃逸。你说他申请过保护令？有跟我说，他们大夜班也有跟我讲过，你不要太靠近他，他也怕我有危险。社会局表示，女性员工今年4月就甲对方分手，后来所互人警队锁了，去申请保护令。社会局6月核发了后，有建议这个女性爱改变上下班的路线，或者是调班。不过家属讲，伊继续上夜班是为了要加赚一寡钱，互厝内用。问讲社会局有协助甲嫌犯开破，不过遗憾也是发生。高雄市社会局有去到看守所找他，跟他开导。无奈就是说，人家政府的做作就是说，等这种事情发生的要怪谁？那社工介入后呢，联系被害人，除了提供情绪的支持外，也跟被害人来讨论安全计划，所以会建议更换工作地点、工作时段，甚至平常要携带着一些防身的一些器材。警方表示，甲人对杀的前男友违反保护令，挖进受害者，已经全力追捕，嘛掌握男性逃走的方向。若找到人会依照违反家暴法设定未遂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嘛会建议法院甲人收押。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甲中华肉品市场电脑拍卖系统，伫昨日互骇客入侵哦，要求爱付比特币来解决。台中的肉品拍卖嘛，延5点钟才开始，中华不得已嘛停止交易，警方哦嘛在调查。传统市场拢无啥人，猪肉担做阵公休。中华关肉品市场在1号传出电脑拍卖系统去骇客入侵，无法度休市停止交易一天。第四加两天，真侪猪肉担拢无营业，卖猪肉制品的餐饮店家首先受到影响。传统的肉摊，只要今天没有杀猪肉，他们就是没有办法营业，这很正常的。今天早上的早市所有的肉摊几乎都没有人在营业。影响的这个地点，人客无啥供应啊。人要卖啊，讲猪肉是安怎啊？中华关肉品市场表示，骇客入侵电脑威胁，要求支付比特币赎金，马上顺 SOP 流程报警。开机完了以后，就发现里面有一些不正常的那个框框出现，被那个勒索病毒入侵，一天的营业额有2000多万，这个是营业的损失。还有我们那个所有的资料的落实，这个是没有办法估计的。台中市大安肉品市场也伫咧同一日早起拄到骇客入侵，紧急抢修恢复电脑系统，拍卖作业延迟5点钟了后顺利进行，总共是成交1678只猪，无影响到市场的交易。肉品市场已派代表至本分局完成报案，那本分局正由侦查队与刑事警察大队、科技侦查队进行数位监视，追查 IP 连线记录及遭害的来源。台中市大甲分局甲市兴台得到消息，展开数位监视，追查 IP 连线的记录。台中市农业局是要求大安肉品市场对相关治安事件提出改善计划。记者中部报道。再来看最近哦，市面上有一批台农卵品进口的白色鸡卵，因为有效日期标示错误哦，厂商宣布讲全面回收，销售是表示讲会来处罚，消费者嘛会当退货，嘛强调讲因为这批卵的保存期限有4个月，嘛还未过期，民众是唔免烦恼。也毋过外界嘛质疑讲鸡卵的保存期限4个月，这么长敢无问题咧？销售嘛有说明，咱做回来了解。
台农两品伫全年在卖巴西卵，因为有效日期标唔对，到10月初5，是由41日稽查了后，已经要求爱收转来改日期，而且会发。台农嘛全面回收2000阿元卵品，若买到消费者会当照规定来退货，已经食了嘛免烦恼，因为还未过期。那这一批的蛋品的话，总共是有2000盒，然后它有先做一个概估，预计可以回收大概600到900盒之间。根据了解，全年拒绝搁买这批巴西卵，回收了后，敢若会当转水卵等加工来使用。进前农业部讲，巴西进口卵有做喷膜的处理，保存期限到4个月拢无问题。是由数讲，这批卵品经过台农筛选了后，并无搁做喷膜，但是目前并无变质。我们不知道，从我们报验资料里面看不出来它有没有涂蜡。保存4个月期限的这些蛋，有看到在4个月内有变质腐败的情形，我们会再持续关注。国民党立委是不满超市进口卵争议这么多，13起监察院来တင်情。洪明凯质疑农业部长陈吉仲讲白贼，公布海关资料讲8月同款有进口巴西卵，持续还是有进口，是不是陈吉仲自己又在打脸自己了呢？农业部是发新闻稿讲，关务署的资料是货品过海关到会当领的时间，巴西卵上尾一批会当领的时间是8月17，目前嘛已经全部都已经提领完成。搁一摆强调讲，巴西卵落尾一批到港的时间是7月17，买成功了后是无搁进口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人力银行调查发现，讲最近5档资通信学群甲工程学群的硕士毕业生，平均的月薪是5万块，相关学群是42400块。有不少大学看到这个趋势，嘛推出培训的课程，要来增加学生的竞争力。国内半导体欠人欠个真严重，互企业更加愿意用真悬的薪水唬人。人力银行甲以前无共款的调查，今年用研究所3大学群毕业了后的前5名高薪职务来排行，发现工程、资通讯起薪中位数是5万左右。相关学群是42400块，尤其国以所谓 IC 设计工程师7万4上悬。你硕士班毕业如果到一些比较顶级的 IT 设计公司的话，可能薪水会来到10万、15万这样子。对，所以那个薪水有时候是非常非常吓人的。为要让学生毕业了后，用正经去一场吃头路，各校也拢出招，培育企业所需要人才。以工学院起家的原地大学，开设企业事院，伫校内都甲企业共同培育人才。中华师范大学也力求转型，扩大产学合作。他们就进到学校，然后开一些他们觉得企业这一方面的这个课程是比较能够衔接到他们就业之后马上就可以用，所以我们就是以共育的这种共同培育这个学生到企业能够用的这个概念。他学历还有经过他必须要熟悉这些，像数位 IC 设计的话，要学会写程式，然后要学会使用这些设计的工具，好，这样才有办法进入这个领域。人力银行表示，工程资通讯学群高薪职务，硕士学历是基本，相关类是大部分要求学士，毋过储备干部硕士会比学士一个月薪水中位数悬2万外。工程职务的专业多元，老兵靠这个发展，应继续读硕士为家己加分。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5月，台南北区的成功路甲中义路口有一个2岁外的囡仔过车路互弄死，地方有真侪检讨，警方嘛加强执法。也毋过，伫这个月初9离意外发生300公尺的成功路佮公园路路口各有一个妇人人行伫过路线，互汽车弄着，人是搁伫病院，是好佳哉讲无性命的危险。救护车来到台南新公路甲公园路口，准备协助受伤的民众送医。台南一名妇人9号暗时骑护线行伫斑马线顶面，去互一台转弯的汽车弄倒，是互伊的颈椎有断去，目前搁伫治疗当中。而这个路口距离今年5月一位2岁的小女童去互弄到过身的地点，只有300公尺。过去几个月，警方是不断宣导稽查，但是也搁有驾驶的民众无遵守停让行人。有的人已经是要左转。正常判断下是要从右边抓过去，会出车祸，通常都是从左边。车流量大，然后
通过的人也多，不管是人还是车祸还蛮多的。强力取缔不停让行人违规计795件，比起去年同期83件，增加712件，其中又以成功路段107件为最多。除此之外，今年6月底，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道路违规记点新制上路。台南市交通局统计到7月底，短短1个月进行举发案件，就要接近10万件，其中更有将近6万件的交通违规驾驶人都在记点的处分，其中以超速18000件上多。这6万多件并不是全部都在台南市发生的，那这些案件的违规态样最多的是超速、人行道违规停车或交叉路口违规停车的话。这如果违规行为成立了，会记违规点数1点。台南市交通局是讲，驾驶人一天内违规记点达到12点，将会吊扣驾照2个月。台南市交通局是提醒，若是收到交通违规单的时阵，若是违规的驾驶人并不是车主本人，车主就必须要伫法单顶面注明，因教员的日期进程，办理规则的实际驾驶人。记者王正云报道。烟害防治法的新法，伫今年的3月2日开始实施，禁止食薰的年纪对原本满18岁提悬到20岁。结婚的室内外公共的场所，嘛扩大到大专校院、幼儿园、托育中心、有邻家厝的托育场所，拢禁薰。国民健康署是指出讲，这半年来大多数的大学拢一定是真做是无薰的校园咯。禁薰的室内外公共场所，3月2日开始扩大到大专。伫台北市的大学校门头前人行道有画青色的禁薰线，不过有关有民众来遮食薰。到底哪些场所他比较觉得有二手烟的困扰哦？那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说，像户外通行的场所，或者我们的公园风景区，哦，那另外就是我们的连锁便利商店的骑楼。那大学、幼儿园、托育中心甲居家式的托育场所，嘛是无薰的环境。国健署强调爱保护离校，莫食到二手薰。禁薰的公共场所食到二手薰的几率虽然有降到4%，要毋过室外公共场所二手薰的接触率，去年犹原有42.9%。配合相关的政策，将相关的过去所划设的一些吸烟区或者吸烟的一些环境能够移除。我们看到的是，已经大幅改善了。有大学表示，其实会伫校园内偷食薰的大多数，毋是教职员工甲学生，是外口做工的厂商，基本上拢会先考劝。若是考劝袂听，才会照薰害防治法来告发。若是学生会甲老师通知，看各科系敢是要处罚。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寡商业保险已经对袂着时代，亲像规定讲爱单院才会当理赔癌症的保单哦。健保署暗算讲，这个月底会找金管会来参详，除了检讨这个保单，嘛望讲互健保佮商业保险的资讯会当互通，所以会来要求保险业者嘛应该爱落价，拍算会先找1、2间保险业者合作来试办。国内医疗水准一直进步，大部分癌症治疗亲像标靶药物，用伫门诊等用者或者是用住的免大院。部分商业保险也都无理赔，可能互袂少病人无法度负担遮尔悬的救命药的费用。即马健保署按算这个月底下个月初，找金管会讨论商保保健保的政策。这个商业保险的部分的话，保单种类也非常的多，那如何在这些保单的里面的内容去做一些检讨，让它更合乎民众的需要。健保署表示，目前差不多有70%个人有商业保险，按国民众若要得到商保理赔，往往爱收集真济单据，亲像护士、护费行政成本也悬。不过，国内健保已经实施真久，初步想法是，互民众健保卡用记录所买保险，测试健保卡了后，用显示倒一寡疾病用理赔这保险细节。不过，保险业者也要互民众保费汇率的优惠。注记上面也可以看到商保的资讯，其实也会增加医病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资讯与权利落差的问题，让民众更难以知道说医生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处置，到底是基于对他的疾病治疗的最佳建议，还是基于说其他的原因。健保署表示，目前保险业者拄到的困境分作2大类，一种是专门针对癌症的短期保险，一年一保费用较悬，相对理赔金额也较悬，不过有大病投保的问题。
另外一种是长期险，按过10年、20年了后，业者无预期医疗进步这么多，所以除了原来保单以外，新设计保单如何搁进一步，也拢是算落去爱讨论的重点。按算先找1-2间来合作，看是不是用安尼做。记者综合报道。农业部8月升格改制动保司嘛对脱保的业务独立出来。动保团体今仔是邀请头一个动保司的司长江文全做伙来开会，伊是提出讲要强化各类动物的源头管理，嘛认为讲要解决动保的能力下手无够的问题，应该就要建立公务员升等的管道。送琉璃精品予头一任的农业部动保司长，期待司长的能力愈强，责任愈大。继续甲动保团体为动物来拍拼。农业部8月份揭牌，动保司为脱保业务当中独立出来。动保团体13邀请司长参加座谈，期待动保局赶紧拟定动物保护10年计划。不同的动物，然后这些不同的动物的议题，展演动物、经济动物议题等等，有什么大家可以更加去做的事情。台湾各地政府的动保处很多单位的自我定位呢，大家都知道就是猫狗保护处。那由于人力物力不足，连猫狗都管理不完啦。那当然很难再有余裕去管理其他动物，这是现况。动保团体建议讲，动保司应该爱强化各类动物源头的管理，也有动保人力欠缺的问题嘛爱改善。嘛认为讲，中央应该爱有明确一致正确的指导。老师，他的那个科都非常多，所以我们期勉呢，我们动保师在第一个4年计划当中啊，就能够凑足8个科了。就是说，如果要等到10年后8个科，那我们动物福利是蛮堪虞的。中央成立了动保司，那地方其实有些很多农业县，它防疫跟那个办动保的同仁是互相竞合啦，因为人力有限，所以我们应该也会。我们内部长官们也有讲，我们应该协助地方。动保司回应讲，中央会协助地方落实动保的工作，嘛强调讲，动保司进前是动保科，确实处理狗仔猫仔的业务较侪，未来会向更较侪动物源头的管理落实分级管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昨坐火车到罗西亚，外界是要讲应该是有安排甲罗西亚总统普廷见面。另外，俄乌战争阁还未收煞，联合国的安理会嘛等咧讨论讲，看敢要阁再提供武器予乌克兰。滨海边境区行政首长科佐米亚克公布一段影片，显示金正恩12坐这个私人火车伫暗时到哈桑车站，甲俄国自然资源部长科兹洛夫等人会面。Эти механизмы, но мы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е Кореи снимет те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позволят более плотным контактам. То есть, ну и сам по себе визит. 国际有了金正恩访问俄国，会甲总统普廷见面，是为散车北韩寻求经济援助甲军事科技。普廷好亲像亚光物件真需要，比如甲乌克兰战争当中所需要武器弹药。普廷12参加伫远东都市海参崴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Лесновец, что вы поедете на Восточный, чего ждать от этого визита? У меня там есть своя программа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ая, когда я туда приеду, узнаете. Хорошо. 对金正恩来讲，这摆会面是拜托联合国严厉制裁甲外交国力局面的机会。对普廷来讲，是为俄乌战争当中一直上海的弹药库补充弹药，甲北韩任何军火交易拢违反联合国的制裁。俄罗斯过去对制裁拢是支持。12伫联合国安理会为提供乌克兰武器答喙鼓，英国驻联合国大使伍百纳表示，有真侪证据显示，俄罗斯进行可能交易谈判，为北韩买大量甲真侪种类型的弹药，用来对付乌克兰。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伍德斯提醒俄国，唔通违反连家己拢投票通过对北韩武器禁运令。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聂班基也是批评美国提供接受弹药予乌克兰。公司新闻恩文玲等下。来看苹果秋天的发表会，伫台湾时间今仔透早举行。新手机 iPhone 15有如何的相机镜头处理器的速度嘛愈紧，嘛是使用同一规格 Type-C 充电，价效嘛是有起。也毋过有分析师是认为讲，以规格甲服务来看，算讲起了无介济。苹果秋季发表前受人注目之一 ，iPhone 15手机全面结合 USB-C 的接头，翕相镜头用深度型处理器，以光子元件控制光线，提悬图像的品质，甲超悬解析度的图像结合，还有动态倒激性，光度搁再升级。
iPhone 15 and iPhone 15 Plus, now with Dynamic Island, an incredible camera system featuring a 48-megapixel main camera and the power of A16 Bionic in a gorgeous new design. An iPhone 15 Pro in titanium with the new A17 Pro, the fastest chip ever in a smartphone. 投资人明显对新发表的产品无真深的印象。这个发表会除了公布新的一代 Apple Watch 以外，嘛无会当拗的手机啊、新的 iPad 甲 Mac 电脑。迄天苹果的股价是落尾2%。iPhone 15四种型号伫科技上并无明显进步，不过上悬卡的 iPhone 15 Pro Max 是增加充分的功能。 价格比去年加100块的美金，起9%。一支手机的价格是1200块的美金，等于是台票38500。 I think there were lots of worries that Apple would raise prices $100 or $200 on the phones, and we didn't see that. We saw that the prices remained the same. Yet there were some significant technology improvements year over year. I think the biggest upgrades were two things. One, the new chip, which allows for a better camera ISP and better camera functionality. For Apple to now have one charger across all of its product lines. 苹果公司今年连续3季销售额甲去年同期来比有较少，嘛当咧想办法改善这款的情形。从去年7月中以来，股价落尾10%。公司的市值头一届就超过今年热浪达到3兆美金的时阵。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 2020年疫情的团的时阵有一个贼偷伫荷兰一间红馆的美术馆提走价值大约代表将近2亿的反古画作《春日花花园》哦，对早3点半伫9月10日，和一个艺术的侦探洗掉了。这个贼偷是透过第三个人表达讲，想要甲这幅画还转去。找到这幅画的时阵哦，是包装了真好势，放伫枕头套内底，嘛装伫一个蓝色的IKEA的购物袋啊。 查拉将玻璃门拍破，探知2020年3月疫情期间创立伫荷兰一间红馆的新格拉伦美术馆当中，将美术馆为格罗林根美术馆招来梵谷的画偷走。这个互人偷走的画是梵谷伫1884年所创作的《春日花园》，春天伫罗宁的莫斯公馆花园，估算7大核心海票1到2亿。艺术侦探布兰德用3年半，总算伫10月找回这幅画。 伊真细致拍开蓝色的IKEA购物袋啊，这画就伫内底枕头套内底，佮用泡泡纸包好。It took 1300 days, but here it is, and I will hand it over in a few moments to the museum director, and I think he will be happy. 根据了解，这个梵谷名画伫互人偷走发生几个月，或者叫做彼得罗希的人为贼偷尼尔斯的手头买走，暗过。 后来，彼得罗希因为毒品走私案件伫各种服刑，伊想要利用这幅画来换取减刑，暗过互布兰德甲警方拒绝。伫这时间，这幅画一直下落不明，一直到2礼拜之前，一个讲是甲窃案无关系神秘查甫人主动联络布兰德，讲伊想要还这幅画。I couldn't believe it, but it's really, really happening. It's physically there, and it's safe, and it's in not perfect condition, but it's fine. 荷兰警方艺术犯罪部门证实，这幅画是真的。对早迄个真受注目的失窃艺术品，荷兰叫做艺术界印第安纳琼斯的布兰德表示，确认这幅画就是荷兰偷走的梵谷作品，是一生当中上骄傲的时刻之一。公司新闻深入汇编译。 过来消息，过来看高雄的红山溪，常常拢有业者偷排废水。昨伫红林路巷仔内底的排水沟啊，当地河川上水队就发现讲，水沟啊拢是红色废水。环保局稽查发现讲，是一间食品工厂偷排出来的水，依照水违法了，相当是当来罚银300万。水管一直排出废水，你按规条排水沟啊，这是伫咧高雄凤山红林路的一条巷仔内底。 排水沟啊连接凤山溪，影响溪水。河川巡守队12发现了后，就赶紧通报。看起来也是挺吓人的啊。那因为昨天还好，太阳也还好，那不然的话，那个雪水太阳曝晒之后，一定都会发出恶臭啊。哎呀，一定会影响到旁边附近的居民的生活。 环保局稽查了，发现是附近的食品工厂处理设施功能无够，才会互白废水排出来，会依照水污法，甲业者罚3万到300万。
13早起，业者找人来甲排水沟的关架叉吞互平，较袂积水，也答应会经改善污水处理设施。明天人家要开始要来做污水处理。然后让它排水出来很清澈。早起溪水已经恢复正常的蓄水，其实凤山溪为5月底到今，已经查到31间业者非法偷排废水，计共罚260多万。偷排废水唔但会破坏生态，歹味嘛会影响居民的生活。环保局要加强稽查。环保局针对凤山溪不定期排定早鸟或夜莺专案稽查，装设 CCTV、水质自动监测仪及空拍机等科技执法。除了科技执法等，环保局也会和当地河川巡守队合作，希望透过查缉会当来防止偷排行为。记者谭焕武、柯建俊高雄报道。屏东恒春的台湾的科技产业伫全球的供应链是愈来愈重要，也毋过目前人才嘛是个真欠缺咯。为着让少年人会当对科学产生兴趣，国科会是推出真侪科普的活动，咱做伙来了解。总是被说头脑坏掉的我，刚来到 Kids Science 活动，测试很多脑科学的仪器，原来脑袋里的跳动线条也可以是正常的。这个用真人故事改编的微电影，讲一个学生因为过动症，致使伊读册阶段定定着答，去体验脑科学的时，无意中了解到其实有减轻症状的办法，从此以后大大改善伊的生活。为着要推广科学的普及，促进少年朋友亲近科学，国科会连办5年的 Kids Science， 希望让大众了解科学其实无离咱这么遥远。如果你对于生物科学有兴趣的话，其实国卫院的那个斑马鱼这方面呢是值得您去拜会的。如果你对于能源议题有兴趣，台科大的能源实验室电化学能源实验室，我强烈推荐给你们，因为呢，你可以从简易的这个电化学实验可以了解到怎么样子叫做储能。今年活动按算自10月14开始连续办5礼拜，结合政府部门和企业共同参与，全国要开放106个场域，有 AI 创新研究中心、大学实验室、科学园区，甚至连海洋研究船也会当上船参观。希望让少年朋友了解台湾各领域、各产业等地应用的科学。这个 COVID-19 3年，让全世界的供应链忽然间断掉，让很多原来不知道台湾的忽然间发现台湾。第二个，发现台湾的科技竟然是有他们做不出来的东西。所以我想，这个科技是可以让一个国家可以，even你是很小的规模，也可以让全世界看到。现此时，侪科技产业拢在欠人才，加上即马大家囝生少，要安怎让少年朋友愿意亲近科学、投入科技研究，都是真要紧的代志。国科会希望透过 Kids Science 一系列的活动推广，会当增加大众对科学的兴趣。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农历7月，中原普渡渡好兄弟仔，台东的动保团体嘛专工为野生动物来办普渡，嘛趁这个机会要呼吁大家都爱尊重野生动物。伫上乡复兴村汉天宫，当地举办中原普渡的法会。不过，这届普的对象是伫197关岛迄颗螺仔，不幸伫罗林洪龙市的野生动物。当地动保团体摕12年来调查的数据，有20种上接获发现死伫罗林的动物，其中鸟仔甲白塘类是占上侪。106年到现在，我总共大概806笔，就是在197跟东九这一条线死亡的动物。动保团体趁今年中原普渡，争取到地上乡公所的经费，替这个不幸过往的野生动物准备食的来甲普，嘛争取到乡公所设立友善动物的告示牌，要提醒民众甲游客，时间甲旅游的时阵，拢要注意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我们可以来做环境教育，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生活，他们认为生活的日常，可能有些时候也会造成动物的不方便或不安全。这次我们整个未来会推动的是设置这样的一个友善动物的告示牌，那也希望在池上乡未来推动慢城的时候，呼吁旅客进到池上乡放慢车的速度。这是台东县头一届有民间团体为死亡的野生动物举办普渡法会，嘛有不少工程单位捐物件来拜拜。透过民俗的普渡活动，动保团体呼吁未来工程施工的时阵，会当增加生态检测的项目，尊重野生动物的生存权。记者综合报道。
庙红仔是台湾文化的特色工艺哦，嘛是庙市中的艺术。台南客家的朱济宫有真侪大师叶王的庙红仔的作品哦，最近就借出12件伫婚礼的展览，那么做伙来欣赏。用涂料塑成形，将每一位人物的表情一一呈现，搁以低温的要求，经过中华上优学习菜评分。这个高水陶作品是西元1860年清咸丰年间，台南客家朱济宫聘请叶王完成的壁倒厝顶的装饰，后来由庙方收藏249件，近期外借12件到云林头一届展览。阮庙里头经12件，出来展览，完了为着讲要打出去，讲阮朱济宫都完了这个国宝，要互人知影讲阮朱济宫有教主头，叶王的教主头。看着就心情就很好啊，就感觉真的这个是很难得看到的。这个改天我要到那个庙里面去专门去看。文管府文管处表示，这次展出国宝叶王作品，包括出现过关顶12件，是庙方有史以来外借展览上侪一届。嘛邀请叶王第4代传人艺术家吴良，将无同阶段所创作60件当代艺术高水陶联合展出。那这一次的整个运输过程是相当耗费非常大的一个资金跟财力，是为了说让台湾教陶的发展史能让一般民众近距离的看到。从传统到这个创新，到当代的这个艺术展出，所以可以看到交趾陶从传统的宫庙这样的一个工艺展现，到走进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工艺艺术。文管处表示，高水陶进入本土文化特色工艺，一直以来拢是庙宇的重要艺术阵地。客家朱济宫这届毛派专员协助导览。另外，当代高水陶作品真侪拢无玻璃窗，会当近距离欣赏线条彩绘用色顶细部。民众有等把握机会，到云林欣赏高水陶跨时代展出，继续用云林报道。来看台南市举办的第12届的台南文化奖哦，今年是颁予台湾文学研究者张良德，伊唔那整理台湾文学作品的头一个人，嘛创办全台湾头一个台湾文学系哦，伊甲规世人的生活拢献予台湾文学，充满对台湾的爱。台南市政府伫9月12日宣布第12届的台南文化奖遴选结果，这届是由资深的台湾文学研究者张良德得奖。台南市政府按算出时间举行颁奖典礼，张良德予外界合掌台湾文学的守护者，伊伫台湾文学的教育领域打拼超过半世纪，用心收集保存济台湾文学的文献资料和作家手稿。真老得到这个奖哦。真安慰啦！这个一生这个打拼有受到人的肯定啊！张老师他从1970年任教于成大中文系开始那大概在这将近这个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他不断的在做台湾文学的推广，他甚至于还独立创刊老人文学丛刊，关注一个其实在当代重要而有意义的课题。张良德伫1939年出世，今年85岁，是整理台湾文学作家专辑的第一人。1970年开始伫成大中文系教册，推广整理和用贵等等台湾文学家的作品。伊过去伫白色恐怖时期，因为提倡乡土文学，和国民党政府列做黑名单。1978年不得已离开台湾去到日本，一直到1992年黑名单解除，才通回来台湾。然后1997年伫真理大学创立全台湾第一个台湾文学系。恁这拢是。这用中文写的，拢叫做中国文学。台湾的作家唔捌踏到中国的土地啦。我不但整理前辈的作品，而且要争取台湾文学的地位，成立一个台湾文学系啊，就是表示政府有肯定，教育部有肯定。虽然是真理大学台湾文学系的创办人，也不是台湾文学资料馆的名誉馆长，但是自2020年年底，校方所甲换说，甲伊规世人收集的台湾文学史料去核算掉咧，互伊是感觉真伤心。但是张良德讲，也因为这件代志，互伊改变想法。伊认为台湾文学的历史文献收藏一定要透过国家的力量去推动，希望台湾文学国家园区会当顺利成立。记者卢尚书、李成武、曾俊佑台北台南报道。
文化部主办鼓励创作者以多元方式来创作的金音创作奖哦，昨公布入选的名单，有不少用台语创作的本土创作者是受到肯定。这条以恒春地区的民间信仰八宝公主传说做主题的歌曲，是乐团董金星的作品。第14届金音创作奖，因是入围最佳另类流行歌曲奖，甲最佳现场演出奖。我这支喙实在真宝贵，一出是我一开嘴，靠甲医生护士拢嘴开开。另外，台语歌手邵大伦伫2023年大港开唱的演出，也入围最佳现场演出奖。也有一台语的创作者拢伫金音奖入围记者会传出好消息，亲像以台语 rap 出名的阿夸曼入围最佳现场演出奖。乐团灭火器以台语创作《人间条件》入围最佳摇滚歌曲。台语女歌手周嘉文是以《剑》这张专辑入围最佳另类流行专辑奖。因为去年是疫情的创作爆发期嘛，那今年比较像是疫情的尾端，但是那个创作能量似乎没有减弱的趋势。今年就是非常多的合作的作品出现，很多新的跨界，就是曲风的跨曲风的尝试。然后这类的作品都蛮多的。这摆的金音奖有3634件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品参赛，落尾竞出102件作品入围，争取21A奖项。金音奖本来就是从音乐曲风去分类的一个奖项嘛，本来就会相对玩得更不受限一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金音奖的活力展现的地方。金音奖是文化部主办的奖，鼓励音乐人以多元的方式来创作。参金曲奖无同的，金音奖有摇滚、民谣、电影等等音乐风格来分类奖项，展现多元。第14届金音奖颁奖典礼10月28，特别伫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记者郭明随台北报道。南韩哦，真侪餐厅拢请无人来看首尔有一间煮鸡肉的店哦，就用机器人来斗钱哦，讲2点钟是会当煮100只的鸡，而且口味拢袂走精。拄起鼎的鸡肉钱，南酱摆好势，小富富的鸡肉钱上桌了，会使讲是南韩国民美食的鸡肉钱，是韩国人自产庆祝一定爱为好料的。不过首尔这间鸡肉煮店。负责煮的不是一般人，是一台机器人。뭐 바삭바삭하지 않은데라고 생각을 하실 때 대부분 기름을 머금고 있는 거예요. 네, 그래서 그걸 진짜 팡팡 터워줘야 되는데 좀 이따 촬영하실 때 이제 들어보시면은 아시겠지만 무거워요. 그러니까 빈 바스켓도 무거운데 여기에 뭐 튀김류 들어가 있다라고 하면은 진짜 무겁거든요. 业者用机器人来煮鸡肉，是因为这几年南韩人唔生囝，餐饮业者普遍欠工，机器人会讲拄好补充人工。加上韩国的鸡肉钱爱煮2摆，鸡皮才会当酥较脆。换油鼎的人爱忍受烧油，有当时还佫会去学烫着。机器人都无这个问题，工作效率世界好。Robot Chicken 的机器人2点钟就会当煮100只鸡，这是大约5个人用几耐油鼎才会当完成的。 뭐 담백하고 고소하고 그리고 뭐 로봇가 했다는 그런 차이점은 모르겠고요. 일단 맛있어요. 业者已经按算甲机器人用伫其他餐饮店，未来因若会当做油鼎师傅，调酒嘛可用袂到。公视新闻市婉玲编译。下晡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 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